宣调，只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同声开嘴来念。耶和华是应该学老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道路。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着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老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我要邀请大家起立，咱来学老咱的主。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好，我的尊重你，我要永远学老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好，我要尊重你，我要永远学老你名字。耶和华，你之大就是大。上帝，我的好，我要尊重你，
请兄弟来学咯。这世间虽有苦难，主耶稣要做我帮助，伊要使你，伊要使你平安，对这世间邀请姊妹来开嘴学咯。这世间虽有苦难，主耶稣。耶稣赐你平安。耶稣赐你平安，真好。有耶稣在咱的心中做咱的帮衬，做咱的倚靠。伫这个世间，咱拄着苦难的事，咱都无惊吓。兄弟姊妹，请坐。就是咱要来继续开出来学咯，咱的主。耶稣，伊是看伫咱学咯，伊是看伫咱尊重的主。耶稣，你是我主。耶稣，你名何等尊贵。see
三个来临圣诗，圣诗第278首，圣道自治主圣殿，请起立来吟全首。圣道自治主圣殿。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掌管天地，你是听的源头。伫创造世界的大生，你已经先听阮。对阮出世，你就让阮；对出胎就开抱阮。到阮年老，你犹原是安尼。到阮头毛白，你犹原开抱阮。你已经做阮，也要让阮；你要开抱阮，也要救阮。你阁差遣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阮的罪受死钉入十字架，3日后对死过活，成做阮性命的拯救甲愿望。这是何等大的慈爱甲恩典！今仔日是主你所定着的日，我们凭你的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我们存敬畏的心，伫你的圣殿来敬拜。我们用心神、用真实来敬拜主，全心来亲近你。总是主啊，阮虽然求叫你的名，却无时常尊叹你的话语。为着安尼，阮向你来认罪悔改。你知阮一切软弱，阮所行最最无好的，求你怜悯赦免阮。用你宝血洗清阮，互阮通成做清气。嘛恳求你，互阮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常常勤读圣经，灵命得到更新，成做主你合用的器具，活出荣耀主的性命。互主你的教会，成做通地区见证主你的管道。真是我要为着新竹大专的事工的经费，求主来供应。
求主将所需要的赏赐予大专事工的同工，将福音广传伫大专的学生身上。也为着本主日生日大囝的委员会、医疗关怀、本州商业大学的校务会议，求主赐智慧伫正当工，互因有能力甲气力，一切事工推动拢通顺遂。阮也为着第7区来大岛，求主保守辅导小组长有健康的身体、勇壮的灵命，用主的疼心甲智慧来牧养所有的组员，嘛用在家会主甲主日日有结连，靠主的话语灵命得到成长，也时常使用生命册来分享主的疼。组员的心心灵通健康，出日得到主保守平安，生活顺利。也求圣神同工感动无道友接受耶稣，各小组通稳定来成长，人数来加添。今仔日的礼拜，阮愿意全因来仰望主你，将上好的献予你，尊主你最大，归荣光伫主上帝。求主也透过老牧师的嘴，传达主你真理的话语，互会友拢通得到领受甲造就。阮诚心献就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大家来启应，启应文第63篇，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启应文第63篇，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对神，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若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掉，去得要承受最闪妙的地的时。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这是请福音诗班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歌是《犹问世间是迷路》。
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到31节。白字圣经记载伫229页。新约约翰福音20章24到31节。有多马称做低托马的，是12学生的一个。耶稣到的时，因无三甲伫地。其余的学生就甲因讲：“阮遮个已经看见主啦。”若是多马甲因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钉的遮，无用我的指头仔探伊钉的遮，无用我的手探伊的鞋个。”我决断毋信。过8日，伊的学生搁再伫厝内，多马也伫地，门已经关。耶稣到，徛伫中央讲：“愿恁平安。”就甲多马讲：“伸你的指头仔来，看我的手；伸你的手，探我的鞋下。无你做毋信的，就做信的。”多马因讲：“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耶稣伫学生的面前，阁有惊侪信者，无记伫即本册的，独记者的，互你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我。以上，这是写本堂老牧师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信主有平安，信主有平安。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我，信就伫伊的名得着平安。感谢上帝，互阮去圣地起圣地吼，会当平安活转来，命捡转来安尼吼。感谢上帝，因为有人吼出发就咧拉啦吼。佫去甲头仔迄，或者牧师讲，或者比向比拉多，谁拉得多？哈，比拉多哈，都有佫较侪人咧拉哈。来到第8天，比特拉，比谁特别会拉的？哈，迄佫较侪。转来到遮已经第2天啊，佫有人咧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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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哈，总是看到大家笑嗨嗨，哈，面拢足喜乐的哈。有人足侪人看到我讲，哎哟，老牧师，你哪都无亲像游乐牧师安尼，啊，你哪佫哈呢白，你是无去许啦吼？有啦，我有去，我逐工拢咧搬迄落啥物钟景林安尼吼，互安尼包甲剩一蕊目睭吼，差是遐看去互看毋着，卡去互做细伊安尼吼。感谢上帝吼，咱的喜乐阿嬷80几岁吼，85岁，甲阮斗阵去吼。伊去甲，逐工拢足喜乐，拢有去爬山哦，吼！咱喜乐阿嬷85岁，伊是安怎信主？伊的查某囝拢无信主啊，但是伊的孙咧美国信主，甲伊分享，伊就信了。信了，伊去甲遮尔济工，85岁，甲我的妈妈共款，读较足清楚，拢足敖甲阮鼓励笑，叫阿孙啊来哦，吼！阮无行拢袂使，你知无？人已經爬到毋知倒位去啊，吼！伊去到香港的时阵，坐10几点钟的飞机，讲一句话，讲我吼为着这10几万吼无自由，甲呾已经通好自由安尼吼，你就知影吼，这段吼真辛苦，总是真喜乐，是安怎？是因为咱有个外主，伫咱家人教会有32位项目都有33位。阮伫即个坟墓，佫花园坟墓，就是讲，虽然即世间有苦难，虽然是世间敢若每一个人目的，就是迄个墓，人有一死，总是有花，有新的生命伫即中间。有牧师带领长老来服侍，伫遐有圣餐的礼拜，非常的感动。伫迄个所在。搁一遍体会甲主的连结，搁一遍体会甲主同顶12架同国活，互咱会当亲密
即个月咱的主题就是讲亲眼佮见到一个国外的主，因为安尼，咱看见咱毋是干那是一个宗教，咱是有信仰，因为咱所相信的，互人有愿望。伫迄个目的，咱永远会当啦啦啦啦啦啦，虽然身躯有当是无啥爽快，总是无一顿啊那无食的啦。一边吃一边拉，嘛足欢喜安尼吼，袂使互拍算去安尼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见伫遐有足侪宗教，足侪哦。伫圣地有啥物？回教有啥物？犹太教啊，搁啥物？基督教，搁啥物？哦，足侪啊！天主教，阮足侪去，拢袂当入去参观，因为因咧创啥？望弥撒，敢若咱咧礼拜，啊袂当，咱袂当入去。所以真侪人就想要做啥？做上帝，想要爱有这样做一个新的宗教。伫200多年前，即个伫俄罗斯，毋是俄罗斯，我是袂记伊是倒位啦吼。卡莱尔吼，伊啦有一个伊的好朋友孔德，即个是德国人，即个我就会去吼，去因兜来做客。啊，即个孔德吼，因2个拢是大文学家吼，伊就甲讲我要来创造一个吼，无迄个奇奇怪怪的宗教啦吼，我要来创造一个人文教安尼吼。正凭即个卡莱尔吼，我找到伊是苏格兰的人吼。即个呢，伊就甲伊来做客的好朋友讲你要创造一个宗教，你要做上帝吼，安尼我来讲，真简单，3项代志你若有法度做吼，你就会当成立一个新的宗教，所谓的人文教。但3项呢，头一项讲出无人讲过的话，有道理啦。人讲过的袂使搁捡来讲啊，第2个爱做出人无人做过的代志。第3个上重要，你爱人来讲，你死3工死了会当过活啦，安尼你毋知会当有一个新的宗教，你敢做会着？应也无需要讲。嘛是尤无斯伫个圣地定定咧讲的，宗教袂当救人。咱所信的毋是干那宗教，咱是信仰。互咱信了后，咱阁安尼去行出来，互咱有平安。所以咱信仰是啥物？有第4项，就是咱的主耶稣毋是讲尔，伊阁实现，阁应验，伊对死里阁活。阁较重要的是啥物？相信伊的人就会得到平安。是啊，相信伊的人会当得到平安，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杰夫，伊伫23岁的时阵，伊伫 YouTube 一个放下一个敢若打油诗安尼吼，伊就讲是安怎我足爱耶稣，总是我足讨厌宗教，因为伊对细汉就是甲咱遮有真侪人共款。甲我共款，伫细汉伫主日学，甲缀妈妈，因为伊是单亲，缀妈妈去教会，做一个乖宝宝，伫遐做礼拜，做足侪服侍，总是到青少年的时阵，伊就开始感觉怀疑，伊就开始咧想足侪个代志，是安那？我遮尔相信主，若按照迄阵伊的牧师讲的，我应该有平安。主听见我会记到啥？我比阮别人的同学拢搁较善。是安那？我的家庭是一个单亲家庭。是安那？我的厝定定咧搬，因为因妈妈付袂出钱来。伊开始怀疑，伊开始甲耶稣咧安尼议论。你是安怎？伊去甲学校拢去用欺负，主毋是甲我同学信的是共款吗？是安那？主上帝较祝福伊的同学，无祝福伊。无师咧讲信主有平安，是安那？我拢无平安。伊就开始怀疑，就亲像囡仔日多嘛所讲的，伊怀疑啊。你爱互我看，你总是爱互我看，无爱信啊。总是主找到即个杰夫，伊伫即中间甲耶稣有真大的征战，总是主尾甲伊开始互伊心醒悟起来，所以伊就写一个诗，伫一个 YouTube， 2天尔48小时，有700多人点阅，搁较济互搁较济即个青少年因醒悟起来，讲原来
耶稣毋是我想的安尼，伊毋是看你做的代志呢，伊毋是干那听你做的，伊是听你即个人。不管你是好人歹人，不管你是安怎的人，伊无条件来听你。所以伊讲耶稣比宗教较大。是啊，若是咱所信的，伫咱生活中间袂当影响咱，咱不过是信宗教而已。那咱今仔日要搁一遍要甲多玛，咱嘛要来经历伊即个信仰的旅程，或者伫咱中间。咱嘛甲伊有同款的疑问，有同款的想法，总是耶稣同款亲自要伫咱的中间。伫咧今仔日的经文，伊讲：你若无互我看去，我总是无相信啦。多玛吼，伫今仔经文中间，约翰福音来讲，毋是头一遍出现啦。咱要来看，即个人伊讲过，伫即遍正经讲过3遍话，头一遍。就是伊无捌字，伊就安那讲拍凉话啦，即嘲讽话。伊3遍的即个讲话，一遍搁一遍来显现伊即个人真道义，伊无信，伊真实际。咱斗阵来读，伊头一遍讲啥物话，好无？来请，我也要为着恁欢喜，因为我无伫遐，是要互恁信。总是咱来去就近伊。多玛请伫多玛下，就甲同做学生的人讲，咱遮的也来去甲伊加死。哎哟，伊讲啥物？咱甲伊来，咱斗阵来死好啦。这是咧讲啥？就是头一遍，列撒罗已经死啊，伊厝的人来通知耶稣，但是耶稣无马上去救一个列撒罗。主由伊的拍算，为着啥物讲即句话？我也要因为安尼来欢喜，因为我无伫遐，无随去列撒罗遐，伊已经死啊，是为着要互恁信，要互恁看见见证。伊就讲行，咱来去。多玛谁会讲即句话？咱来甲伊死就好了，拍啦凉啦。人都已经死啊，佫讲要去遐，是去遐要创啥？有2个可能，头一个可能。就是真咧拍拉凉，咱来看后世啊，看耶稣是要安怎互死人，去遐头效，人都发臭啊！你若真正去圣地，就发现迄是足热，迄若尸体是足紧就香烂，足紧就臭去，去是要创啥？所以伊就讲即句敢若拍拉凉啊！无咱咧甲伊斗阵来死。第2项有可能是安那？是伫列撒罗迄个所在，因正前才对遐人要摕石台顶耶稣，才对遐走出来。即马要去遐，是要去找死许人。你就知影多玛，足实际的人啦，伊看，伊爱看，已经看甲讲，耶稣你嘛莫戆啊！当便咱早要去互拍死，即马要去是要创啥？咱就知多玛即个人足实际，这是头一遍，伊毋捌主讲迄拍拉凉的话，第2遍呢，伊无清楚真理，伊真土啦，直啦讲啦，咱看伊第2遍是啥物情形啊？就是上尾的晚餐伫马可楼，主讲我要去为恁来备办所在，就要过来接恁去。我伫遐，恁嘛要伫遐，接落来多玛就应啊呢，应啥物？咱斗阵来读好无？请多玛甲伊讲，主啊！你去的所在，阮拢毋知，兼袂知迄条路啊！哎呀，主啊，你嘛较差不多呀，无意思就是即落意思啦。你也无甲阮讲要去倒，阮也无啥熟悉，阮也毋知，伊拢袂记你讲主，毋知甲伊讲几遍啊？对无？你若看经文就知，主毋知家己有言伊几遍，伊要为着即世间的人死，要被定死的价，埋葬第3日要过。过活，总是伊袂明白，所以伊就直接拄啊！亲爱兄弟姊妹，这毋是干那多玛有即个病症，毋是干那伊有即个镜头。我想我家己嘛捌，我少年的时阵嘛捌，因为我已经到我遮已经第6代基督徒，甚至第1代嘛同款，会无明白嘛？圣经咧讲啥？听雷啊！毋知影，总是多玛。伊拍拉凉的，伊
伊嘲讽嘛好，伊安那真土的来讲嘛好，来问无好，主干那惊你毋问尔啦，惊你毋讲尔啦，互你若毋讲，伊嘛主动来找你，因为主来听你。兄弟姊妹，咱心内有疑问无？也是咱心内有软正讲，我的囡仔是谁？啊，他的拢细汉乖乖拢来主里学，敢若迄个杰夫，啊，即马大汉就变款，哈，啊，即个翅膀长印象，哈，啊，你毋来甲我教诲，你是安那？哇，啊，你就搁较害啊啦吼！来为伊祈祷，你有啥物疑问，无要紧，来，主毋惊你问，毋惊你讲，因为主总是有办法。咱看第3遍，就是今仔的经文。第3遍，多马伊讲啥物话？伊讲啥物？即个人讲铁气话、激话就对啦，吼。吼，伫主过活的时阵，伫即个月，咱有对游牧师甲事前传道嘛有讲，对无？过活的时阵，啊，妇人人看见过活的主，啊，伊甲文道讲，去甲文道报好消息，文道讲有选，啊，安怎？主安那无放弃，主动去因聚会的所在，就是马可楼，就是最后晚餐的时阵，门拢关甲目睭，就因为因已经惊甲要害去啊。虽然因知主捌讲，但是哎呀，主讲敢若讲呢？亲爱兄弟姊妹，无事讲敢若讲的，甲我无关系啦。迄落代志袂发生伫我身上，迄种好代志甲我无关系啦。啊，若无关系就无关系啊。咱若是讲愿意讲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来求主，你要听见，你有你的时候，毋通激气。伫咱遮看这多马伊就激气啦，吼！伊安那，伊看讲当变耶稣来的时阵，就是过啊一迄天暗时，伫马可咯，主耶稣亲身互因看去，总是安那，太多马无伫的啦。啊！结果伊转来了后，听到伊的门徒讲：“哇，阮看见耶稣啊！”伊就讲安那，伊讲安那，我袂信啊！你若互我看见吼，我才会信啊！吼，咱来读即句，看伊安怎讲好无？来，请。求会的学生就甲伊讲：“阮遮的已经看见主啦。若是多马甲因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钉的只。”无用我的指头啊，探伊的顶的只；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血，我决定无信。哇！人家报好消息，伊搁讲安那？我袂信啦！你若无互我手去摸哦，我袂信啦。有2个可能，头一个，伊看袂起因遐的即个门徒，其他的人甲伊讲的。啊，恁吼，恁拢不求甚解。哦，啊，恁吼。恁咧无够理智嘛？你无科学家的精神嘛？恁讲的话，我无爱信，这是一个可能。伊就干那相信伊家己的目睭。第2个可能是安怎？太晒太哟，太哟，哼，气甲要害去。耶稣，你遮厉害，你4个活好啦，我相信啦。啊，你袂晓算的，啊，你算我阁拄好无伫的，无伫的你才要来，无你是安那？起码咧。无啥样就对啦，吼，气啊！你爱互我看见啊，有即个味道，即个味道搁较安那，要不得啊！安那激气，提起，我就是无爱信啦，我就是无爱甲你信啦，我就是无爱来甲你礼拜，无你是安那啦，无安那，只是你家己失落福气而已，吼，失落平安而已。多马就是安尼，咱若综合这3遍，咱看多马这个人理性的一个思考，伊怀疑的精神，吼，做学者研究的使，总是做主的文道真可笑，吼，讲话足直接，吼，诚实啊，爱拍拉梁，吼，啊真即务实悲观，因为伊敢若看见目睭前的，即个将来望伊看袂到，啥物代志拢要爱求见证，兄弟姊妹，这敢若咧讲咱现代人。这敢若咧讲你甲我哦，这若咧讲咱身躯边的人，咱厝里的毋信的人。这敢若咧讲细汉对咧咱来教会，细汉对咱来主里学，拢乖宝宝，总是因即马伫倒位啊？
因即摆是安那拢袂来甲咱来教会，因以早是拢热心服侍，即摆担伫倒位啊？主知，主知因袂信，主知因认为即摆无可能，后壁嘛无可能啦。兄弟姊妹，咱就爱为因来祈祷，咱就爱活出迄个平安。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咱就爱知有主的平安甲连带。咱只要来相信，咱来看，咱的主面对安尼的人，毋信的，面对一定爱有证据的人，小信甚至西太激气的，无要紧。主安那豆主主动来互多马来见证来明白。咱看头一遍，那扫罗伊安那讲，好啊好啊，甲恁来死就好啦。结果伊见证了安那，毋是死人，是啥物？捏扫罗个哇！所以兄弟姊妹，毋免烦恼你有疑问，毋免烦恼你囡仔是说，伊讲啊，因问足侪问题，我袂晓，无要紧，为伊祈祷，甲牧师讲，牧长讲，亲联络，甲亲事前团队讲，咱斗阵来，互因会当回家，回家咱教会的家，因为有疑问，主就主动来回应。第二遍伊安那讲，我毋知你要去倒一条路啊啦，我是要安怎甲你斗阵去？主因为安尼疑问的人讲一句，咱足熟，而且咱定定诚做咱的应允，咱的祝福的话，对来讲哦。吼，耶稣讲啥物？来，咱读下甲来读，请。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的性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到爸遐去。阿免。主毋惊咱问，袂晓无要紧。伊就直接土性的。你要去倒，我要来知。咱的囡仔敢若嘛定定安尼啦，无要紧。咱的主安那讲对伊来讲真重要，伊会知拍动伊的心的话。第三遍就是今仔日这个更较要不得的激气，我总是无爱信啦。主互伊看见这国话，互伊亲信。而且咱的主是安那？咱的主是超过这个时空限制，讲啊，我的囡仔咧美国，无要紧啦。咱这个是咧阿嬷信主是美国的阿孙呢，甲伊电话讲，人伊就信主啊呢。这个所在就是马可楼，就是咱拄仔讲，伫因最后晚餐，主2遍安那显现过活了后，互伊看，互伊显现讲，伊已经过活的所在，就是马可妈妈所有一个马可楼，总是这个所在已经改变啦，这是个定新起。咱看这个马可楼这个所在，伫这拜占庭的时阵，以后这神圣的锡安教坛，总是伫西元614年，互波斯人摧毁。伫12世纪的时阵。十字军过来改重建，参像即马安尼有2站楼，总是毋是安尼尔哦。伫1552年，土耳其甲基督徒拢总赶走，变成回教的清真寺，禁止基督徒甲犹太人进入。听到这，你心有平安无？姚姨啊，这毋是迄落当初最后晚餐。安那2遍主显现，甚至尾圣灵充满的所在，安那尾变成回教的清真寺。你相信的这主是安那？伊是无够大汉吼，你是无够大神吼，兄弟姊妹，毋是所在，毋是所在。所以咱无一定爱去圣地啦，真诶，吼。开10几万，搁人阿嬷讲吼，活无自由诶。转来到香港才讲为着这10几万，我真无自由。到香港自由了，咱的喜乐阿嬷真奇妙。主就是讲，伫倒位有主，你用真实甲真理来敬拜，迄个所在就是圣地，就是圣地。伫你的心内，你用信息，你若无明白，你就甲主问，无要紧。主毋惊你问到啦，总是咱看马可楼500多年，基督徒无法度入去，总是即马基督徒搁伫个以色列的人的手中，搁会当入去了。咱即马会当入去，看到迄个马可楼有一边有一丛安尼的树啊，这丛树啊真奇妙，有遐所
出产的所有物件，有橄榄叶，有这个麦子，有这个葡萄，象征着世界和平。而且伫这个条顶头有一种鸟或者地府的这个像，就亲像敢若基督，是安怎讲？因为这种鸟敢若啥物？敢若伊若是有这个饥荒的时阵，枵的时阵，伊的妈妈会为着囝互伊食伊的肉。敢若主耶稣为了疼咱，伊舍了我们的命，舍伊的命来救我们。本来是咱应该死的，总是安那，伊为了救咱。遮即个神龛嘛是回教徒因一个当初起的时阵，因的敬拜所在。兄弟姊妹，无要紧，不管你即马伫什么所在，你的厝，你若是还阁有，敢若你一个人信主，别人拢还未信主，你虽然真辛苦，总是你的厝有你的所在，有主耶稣的所在，有你基督的所在，迄个所在就是圣地。阿妹吗？当然做囡仔时势，也是咱做新妇的。伫咧咱的厝虽然有公妈伫遐，阮足侪青年，我足佩服因的。因就伫咧房间一角位啊，伊每日来遐举手祈祷，迄个所在就是圣地，迄个所在毋免开几十万去，毋免伫遐转来敢若命去捡着的。兄弟姊妹，咱的厝，咱的心，举起你的手来祈祷，为你的厝的人一个一个提名来祈祷。迄个所在就是圣地，是咱的心，人的心有通是门会拢关的，心门会关的，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经过过啊，这8天啊，那因那个住一而且门阁关的，明明就主已经甲因显现，干那多马无看见尔，其他的门徒拢看见，因游园门关的关的，关密伫马可楼的咧聚会。心内讲着啥物？其实因还阁心内是惊吓的呀。兄弟姊妹，当咱惊吓的时阵，咱有惊吓无？有啊。圣地我惊吓几落遍啊。我安尼目睭看做总教练，伸一个目睭，军人提枪，摕落来。想讲我是恐怖分子，惊到遐个吼。这路途有一个人有惧高症，搁会坐落道，你知无？你若坐起哩，伊甲你讲一句，你千万毋通跳车，毋通跳骆驼，无足危险的。你著爱信靠他，靠上去，就互伊磕这真正落道。即个人吼，若悬吼，伊吼骹尾手尾，毋是恁叽叽，骹尾手尾拢麻，骹麻，著坐落道起哩，搁吼做煮迄落，毋知影要我袂使讲啊。煮迄落吼，伊徛迄只吼18岁，因为因太太吼拢上尾一个，伊坐本来甲伊共款上尾啊，结果即只马吼野马，毋是野骆驼的款吼，18岁，你一直进去头前，进去头前就爱超越嘛，落一条啊，人是一只，伊坐迄台毋是对后壁一直共超车，一直共超骆驼超甲吼，一定咧甲上头前的人，结果一超吼，迄个有人摕管一超，怎啊甲伊的脚拐落去安尼，怎啊一空安尼，佫流血，佫乌青，伊气甲要害去安尼，我心足无平安，啥主，我著惊甲要害去，你讲啊，拄着即个代志，亲爱兄弟姊妹，拄着代志吼，无要紧，爱想一项就好。主啊，我感谢你，你一定有美好的意思。是安那？落来的时阵吼，遐个人足歹势啦，因为无甲伊的路途顾好，顾好乖嘛，互足野的就对吼。就派一个会晓讲英文的，较会当沟通的，因为伊甲伊讲 stop， 伊想讲加油，吼，愈吵愈紧，你知吼？即摆落来派一个会晓讲英文的吼。即摆佫喜乐阿嬷甲因某伫后壁，你知吼？你知影去哩容易也落来容易。去哩落去落来，你就知，迄吼，伊毋是用行的路途，本来拢行慢慢啊。落来是伊用啥？跳的。拢咧边安尼吼。你用迄惧高症的，你看伊咯，昏去啊吼。总是安那，即个有惧高症的吼，头前古锥阿嬷85岁阿嬷，即阿嬷吼真正古锥。人已经用锁甲绑，因为足散的吼。每跳一次，伊就每跳一次咚咚，
即个最高层的吼，目睭紧用英文甲迄讲啊，因为派一个会晓讲英文的，紧甲伊讲，搁甲绑，绑安那绑，伊就搁安尼啊，咚尾啊，即个会晓讲英文的想办法，甲伊的骹甲插咧迄个骆驼的落底啊内面，就袂叮当，搁甲绑好势，你知影吼？所以头前顾85岁的阿嬷，后壁顾18岁的太太。无闲看下骹啦，所以到到位的时候，安那拢袂惊哈。感谢主，咱的主就是遮奇妙，伊知影你惊啥物，互你无闲去看下骹啦。伊要叫你看啥？仰望主啦。虽然咱的心有无平安的时阵，总是主所想事，愿你平安。有即个版本直接的翻译做平安。无愿你平安尔。当主到你的面前的时阵，也是你陪主的时阵，主嘛祝福你平安，只是你无听伊尔，只是你无感觉尔。所以你家己淡仔你烦恼，主的平安是完全的，因为主伫个十字架顶为咱死离开，已经得胜了，互咱甲伊会当三角好，伊派圣神保惠师来保护保守咱的性命，是耶稣来了。门，咱的心门虽然关甲目睭睭，虽然咱的囡仔是细，也是咱的另外一半。咱上姊爱的爸母，因的心真硬铁气、激气，我毋信啦！你莫阁甲我讲啊啦！主知伊关门，总是无啥物会当抵挡主的，主就出现了，伫即中间出现了，主就来。主徛伫中间讲，愿你平安，也是有人讲平安。版本讲直接就讲平安。主要对多马讲平安，嘛要对咱正人讲平安。伊对多马是立刻哦。当伊出现的时阵，无搁看遐其他捌看过伊的，马上下有交义的多马对伊来讲，你毋是要看，你毋是要望吗？你毋是要伫咧我的即个顶痕手要看我血液吗？我的意下吗？你讲你总是无信，主对伊讲，你总是爱相信。伫个约翰福音内面讲，即个安那，敢若讲相信讲98遍，而且伫即个所在，耶稣搁一遍甲多马讲，你总是爱信，爱信就是停止你无信，停止。嘛是一个命令，爱真做相信的人，无爱唔通真做无信的人。主要亲身，主要亲身，而且伫伊感觉对的时间，伊就来。咱的主伫约翰福音用5遍，咱的主就是伫主过话了后，讲即个主就是旧约即个耶和华上帝的即个代号。就是用这个词，主多马承认耶稣就是伊的上帝，就是伊的主。所以咱看经文，当主互伊看到伊的顶痕所讲来，你毋是要看，你毋是要望，来呀！多马头一个反应是啥物？主啊，你真正活了，干嘛呢？看经文讲即句，毋是，伊毋是讲主啊。你真正话哦，无，嘛毋是讲主啊，我错了，对不起，毋是，伊讲啥物？我爱主，我爱上帝啊，我爱主，我爱上帝。兄弟姊妹，咱心内袂免你心有时背叛。不管为着什么代志，总是主亲身来到咱的中间，咱就要来拍白讲，我爱主，我爱上帝。台北有一个牙科医师，伊一个病人，即妈妈70、80岁，伊讲一个见证，讲伊妈妈是寡妇，伫细汉的时阵，因厝足散车，伫伊迄个庄头，无几个人信主，因是算信主的迄其中一个。总是咱伫个即个。过年暗的时阵，咱拢头一项菜，或做啥物起鸡对无？所以爱有鸡，但是因安那厝无钱通买
鸡肉鸡啊，总是因也是伫客厅摆会当有的菜，因某仔囝来啊祈祷，感谢上帝一年的保守。虽然无家族是有主伫伊的家庭，就是上平安的。咧因祈祷的时阵，外口的人踮遐咧拍拉凉咧笑，讲哈哈，这信主的人迄啦，主会当做食物啦，笑踮遐咧甲因拍拉凉。啊，阵啊，砰一声，落落因的客厅，因为因咧客厅，真是因祈祷了，阿门。看，啊，啥物对外口砰一声，有一个物件落落来是啥？鸭米啊，鸭，啊，而且是死鸭。鸡甲鸭差不多啦，两支骹吼，嘛是吼，嘛是会使，只是已经死去。妈妈讲感谢上帝，无饲鸡饲鸭嘛好啊，吼，反正两支骹嘛吼，莫计较较济啦吼，死掉无要紧啦吼，国外主啊安那想事互咱就凡事感谢。伊的囡仔安那面色不歹，伊囡仔人嘛。上帝啊，你哪会安尼？阮讲要煮你，互阮压；阮讲要活你，互阮死的。我敢爱信，我无爱信。因妈妈心内艰苦，兄弟姊妹，咱有通是对咱囡仔是说信仰，咱心内艰苦，太囡仔安尼啊，毋知好感谢。咱要带伊来教会，佫互咱目色看。因妈妈讲，我紧感谢主，来，我来厨房甲抬。除毛死无要紧嘛吼，敢若过食的吼，看卖也袂食就算了吼，抬一把抬了后，这死鸭子内面居然很多鸡耶，是安那？内面咯吼，一条金项链，所以这鸭米先来死，毋是着边啊，毋是着这，是去吞着迄金项链啊。迄只个金项链摕去卖，会使买几只鸡？哇，百外只咧哦！感谢上帝，咱的上帝真奇妙。这个囡仔因为因妈妈的信心，因妈妈感恩的心，对伊的影响较老。伊做见证的时候7、80岁，是主有办法，互咱伫这个旅程中，只要咱祷祷为着咱的身躯边未信主的人，伊关心的，你的囡仔是谁，为伊来祈祷。咱多玛，伊上结论的就是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啊，因为安尼来改变多玛一生。咱看恁多玛，若按照一个有的记载来讲，多玛尾啊，诚做宣教师，伊宣教宣到倒位去？印度，有人知吼？而且伫伊的即个铜像吼，多玛拢一手举啥物矛，另外一手举啥物？好佳哉无人讲盾啦吼，因为伊是真正是一个矛盾的人吼，毋是伊另外一手举啥笑，表示伊即个人啊呐真忠心。一个人若是去拄着上帝，伊降服伫主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啊，伊的性命就无共款。信主基督，咱就有平安。即个平安是对主遐来是会当完全的。咱就要想。是安那我无平安？兄弟姊妹，当你对厝内，你平安吗？人无平安的原因是啥物？是安那？即群人30几个去到圣地发生足侪代志，也是笑嗨嗨。是安那？所以可见平安毋是无发生啥物代志。人无平安是啥物原因？头一个对未来无确定，咱人真惊无确定，是毋是？即马你是毋真烦恼未来？明仔载后日将来，互咱的心乱糟糟无平安。也是讲咱有足侪选择，你若讲干那一个，即个敢若看我干那一个通好嫁，我就罔嫁。你若讲足侪，哇，你读听啊！你有足侪选择，也是讲你得袂着，你嘛心无平安，互你得着，你嘛惊失去。咱偌侪人因为惊身体渐渐失去、渐渐衰弱，心无平安。兄弟姊妹，主要互咱有确定、有把握，这就是常识。未来发生啥物代志，无问题，无重要，重要是主要引带圣手引带你。你毋知要安怎选择，甲主来求，
主要成做一盏明灯，要成做你的引泉。你袂着的时阵，就是主有要互你搁较好的。你惊失去，主就是上好的啊！一切就在伫主啊！啊，有啥物比这搁较好的？我上会记得我的囡仔，伫个即个放荡的时阵，伫个学道放荡的时阵，伊捌摕迄落袂当摕物件转来厝的，我是惊到要害伊，我头一遍看到穿，我迄阵心艰苦，甚至强要互人判刑，判上悬的、上可怕的刑，我心内艰苦，但是我袂当讲。咱教会长老第一顿有咧为我祈祷，因为我嘛无甲伊讲，因为我要为着即个囡仔将来杨长人长阮伊个囡仔来设想，我袂使讲。我相信，但是我心也艰苦。迄个长老为我祈祷讲，传道你爱活出将来愿望甲得胜，我个囡仔就尾啊，甲即马改变了。第3年前，伊回家了，回上帝的家，这是上重要。兄弟姊妹，你为着你的囡仔烦恼吗？囡仔是谁烦恼？你为着你关心的人，甚至你家己的身躯，还是你家己烦恼吗？交伫主的面前，主要赏赐，互你确定，因为伊要牵你的手，互你知影要安怎选择，因为伊袂互你歹的，你得袂着，你爱放下，因为伊要互你搁较好的，你袂失去，因为你有主耶稣，你就有了一切。是。咱看去，才会信。有的人是看去才要信，是要来思讲安那信就是所愿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这个品准，就是这个把握。你安那无看见就信了咧？咱就看到这个经文内面，看有人安那虽然看到新约，犹原无信拒绝；有人看到新约，对耶稣确实无完全的理解；有人看了新约，并且相信。搁较侪人是安那，就是你甲我，无看见总是安那，咱就相信。你敢有看见亲目看见耶稣？有的人举手，我去圣殿嘛，无看到耶稣啦。总是我相信无？相信。主就是要来甲咱讲，伫迄个所在就是用刀马，要甲即马的即个世代每一个人，你甲我来讲，虽然。你无看见耶稣，就信的安那就有福气了。透过多马来讲，你若是要伊无要紧，来到主面前，主要互你祝福，要互你，因为是咱就得到平安。这个平安，咱有下罪平安，咱就无搁惊吓，因为咱得到这个平安，咱就为主来做见证。因为经文讲，主就赏赐安那圣灵，互伊有气力。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咱就有大权能，会当为主来行东来行西。咱这个父亲节吼，伫个这个西乃山吼，踩在这个珍珠上吼，因遐人讲，这个沙吼就是珍珠啊吼，啊你想嘛，踩在珍珠上一定啊啦，骨的嘛吼，啊一骨落去手啊那，很自然就去踏，就那手断去安尼吼，感谢上帝伫遐叫伊人医生来甲你的饭店，来甲你房间咧，看讲这可能有灯，用迄落豪华轿车，我还阁无坐着咧医生亲自开车送到医院去控照顾呢。咱的父亲节去甲即个死海人伊无讲无去伊游泳衫活活的这塑胶落甲落的共款摕咧，哇！逍遥感谢主，这就是喜乐啦。咱人生会拄着真侪代志，总是安那心内有喜乐，因为主伊知主要经过安尼，互伊安那超过伊所想、所求、所想的迄个平安甲心事。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搁一遍主来回应咱。人生有苦难，咱人生。有真侪咱意想袂到的，咱毋知要安怎选择，咱惊吓，咱得袂着，惊吓咱得着一直失去，总是主知，咱起立好无？咱要来回应一首歌，真做咱的祈祷。这世间虽有苦难，主耶稣要做咱的帮衬。
邀请你斗阵来祈祷。你心内是毋是有一个人有一项代志，互你无平安？是毋是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时，主入去到你的心内面。虽然你的心门是关的，虽然你祈祷迄个人的心是关的，总是主有法度。主总是有法度主动伫伊的心，伫你的心内面，伊要来你讲，你有啥物疑问？你讲吧。你有啥物疑问？我就是一切的答案。主就要来回答你，主要来医治你，主要来互你甲伊来和，甲人和，甲你甲在一起和。主要成做你的支持，主要成做你的引带。这世间有苦难，总是主是咱的避难所。主是咱的困难，无伊无法度解决的，伊是全能的。主是咱一切的困难，咱的诗歌是咱喜乐的诗歌。是主已经听见咱的祈祷，咱要搁一遍用这首歌，虽然苦难，总是咱要用真喜乐的心。真着跳的心来吟这首，因为主甲咱指定。这世间虽有苦难，主耶稣要做阮帮助，伊要赐你，伊要赐你平安，对这世间永远。对这世间，这世间。感谢阿罗你，因为主你已经听见，主你一切办法已经伫你的手中。主伫迄个时到，主你要成就一切。主阮听候的时阵，主恳求你，互阮日日经验你的平安甲喜乐。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